我来是为几年同过过日子，小姑娘人袂记当初的约束，倒转来阮的身边，倒转来阮的身边，予我看见世间的人，若是为了金钱，来出卖自己自己真可怜哟，一款金钱较济也无路用，无路用，无路用。原是迄个姑娘无期来离开，讲伊是为了爸母，想要做医生。小姑娘，我也不是叫你为爸母，不过伊两人敢无过着苦恋事，世间的人若是做人爸母，请你着为了自己来打拼哟，一款金钱较少也有路用，有路用，有路用。讲伊的姑娘踮在伊厝内，怨叹着伊的保命为流水。小姑娘，请咱来说，希望会做伙。讲起来真可怜。